台中太平国小的附设幼稚园，甲农粮署合作，用这个银柳搭配着打色花来做专属的浮游罐，囡仔朋友拢感觉真趣味。囡仔认真听省小班的老师解说，了解既然是台湾上大的金柳产地，所以准备当初制作独一无二的金柳浮游罐，过程不加心细。透过呢银柳灯饰的一个制作，可以呢培养我们的幼儿的一个美感，还有他的一个耐心。宜兰三星出产金柳，产量占全国90%以上。囡仔甲过年会传的花蕊金柳，到达真侪种色水的打色花，设计出嘉义的款式。浮游罐有电花的笑，看起来更加水。我做的红色跟绿色。你觉得好玩吗？好玩。透过立体创作和装塔设计，让训练囡仔专心度完成家己的作品，嘛加做成就感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